集结好吹响，湖南援藏队的另外一支队伍出场，常德工作组。他们在祖国西南边陲的龙子县开展援藏工作，与当地政府一起将喜马拉雅山下的边境乡建设成宜居乐业的小康家园，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建议游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重走一下巡边路。玉麦乡是龙子县下辖的边境乡之一，曾经这里只有一户人家。因为桑杰曲巴老人带领卓嘎、央宗姐妹一家三口数十年驻守边境的动人故事，玉麦乡从2017年开始逐渐被人所熟知。在爱国守边精神的感召下，搬来此地的居民呢，那也是一天天增多。玉麦乡早就已经变了模样。这是你们走的巡边路其中一条啊？对，这条路是我们多个巡边路的其中一条。对，走的比较多的。对，严振声、李一鸣正跟随桑杰曲巴的外孙女儿巴桑卓嘎的脚步，重走桑杰曲巴老人当年的放牧巡边路。他们要寻找到一条适合游客的巡边之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里的故事。平时带个砍刀，边走边修，然后背包里带一些一天的那个干粮。我们基本上牦牛走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了。这边原始森林好多这种动植物啊。对，你看这就有一个倒着长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赶在家乡旅游团到达山南之前，开辟出一条爱国守边为主题的红色旅游线路。这条路一直走到底的话，来回得1天。来回1天的行程，援藏队走的不及桑杰曲巴老人当年的1/10。前面那里就是我妈妈在那边放牛。为了了解更多的巡边故事，巴桑带着援藏队来到了家里的牧场小屋。3人乡故事的主角巴桑卓嘎的妈妈和姨妈卓嘎、央宗姐妹正好都在家。好了。就是他们以前巡边的时候，好像我看视频啊，还有什么，他有一个习惯嘛，就是走路的时候，他们会有时候会挂国旗、插国旗。然后让他们，父亲去世了以后，也不忘那个到什么地方插个国旗。走哪里会带那个背包嘛，背包里必须带个国旗，带1-2个国旗。会遇到一些山比较高的、树比较高的地方，都会插国旗。这种。老父亲带着2个女儿放牧守边，虽然条件很苦，但是确实很伟大。他们也应该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听着卓嘎、央宗姐妹的故事，感受着玉麦的爱国守边精神，深受感动的严振声和李一鸣对于这条红色边境旅游线路的规划有了更清晰的思路。